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为到台湾农业环境为允许，政府会出价呢，要来推动有机农业法。年底以前会送验会，上会立法院下晝会期是得通过。明年初甚至会擴大有機農業推廣嘅預算為4批到10億元咯。現在現時推出的草案，打算愛屯友善農法標一批，國家嘅反應無強用。現在用哪一耕種方式算係友善農法呢？也按多種嘅耕種方式，各門各派旅遊，又應該要標一批法律來管理下。有機農業體小講，假使友善農耕也標入來。加係咪研究下來嚴格把關嘅驗證制度，如何標用嘅呢？鋼鐵能降毛1%的有機農業一個轉法，造成台灣農業長期發展嘅問題，總會向開來。我哋會分兩禮拜來探討有機農業法按複雜嘅部分，先來看下有機轉法標入友善農耕嘅爭議。將蘇丹高小嘅檸檬一粒一粒剪下來，屏東縣昨天檸檬產銷班長許其生種係各班的摩托檸檬。做那個多呢，一定要那個無毒啊，要零檢出，不能有那個農藥的殘留。喺講買半日班的飯呢，檸檬看落一獎係冇咁好賣。許其生的產銷班同生技公司當合作，供應咗檸檬多款。檸檬上都唔正唔一樣嘅，唔過天初安全摩托，行過多水，報價合作，行過友善農業，也係農民成功嘅方式。規則昨天向也同時行專做檸檬。範圍因為現代目前已經會超過100家嘅所以集體栽種嚟講，他個人佢嘅13班、16班依個產銷班地步，他個人用藥嘅強下，所有點樣物嘅東西呢，總可以強用，所以按你都唔可以造成講嘅人，又會用藥嘅會有藥害。前幾年從民國98年到102年以前呢，時常在這個盛產期的時候，產地都是3塊4塊的，是時常的。所以現在呢，我們從民國103年開始做這個動作的話，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在盛產期的時候還是可以這個價格還是可以穩定在這個一定的價格。這個因為這是咧無毒嘅，所以講嘅這收入也高，所以配送就歹。較了但是種這是迄個配送歹，毋過一足好嘅呀。我這股是佫老，這股是因為這個是做試做的。試做的。這股是迄個做迄個無毒的、無毒的。我這個是新力哦。對，這個做那個零檢出的。許其生對民國93年開始種檸檬，頭下馬未用慣行農法批種。民國98年，高雄農改場聽說調節生氣，佢們希望農體做得永續幾年下去，將開始改用有機批。因為一般消費市場嘅習慣係要又大又正又便宜，佢種品質雖然好，不過上都唔正，一直上網做到人檢出，主文人見來見到。如果說它農藥的殘留超標的話，那相對的話，使用的人可能會比較就健康問題就會受到一些疑慮啦。那這幾年大概因為經過我們政府單位的去輔導，農民慢慢也去改善這樣子一個生產的環境，包括它在使用藥的過程之中，或是說它整個在管理的這個環境裡面，它都除了朝向它不去試用這個農藥，而且是用草生栽培的方式。你看看這個外表不漂亮，但是你看看它的那個絕對不減低它的那個質量，它的水分又很多。你看。檸檬用水質各隻就寫出來，看得出品質有幾好誒。對用化學肥料做管行，再個做到友善摩托，許其生天天的提升產量，也同做管行時間差唔多誒。做灌農的時候，要很認真的那個農民的話，一棵你冇因為1分地差不多可以種45棵，一棵呢平均你假如技術很好很用呢，應該有200台斤到300台斤。起先在做的時候，差不多降低差不多1/3的那個生產量，到現在的話，差不多幾乎是可以打平衡。許其生看到農田環境越來越好，你想進一步做有機，不過搶要做隔離帶最困難。昨天全台灣種檳榔，青島鄉鎮其中一例，全鄉是有80個農田都會種檳榔。
做得讲搭地雷蒙天气顺风，都会变农业、农药控制问题当严重，做得到 ND 冇减出农药残留，就冇人改嘅。农林的话，它喷的话，它是那个农药的，那可以飞好几公里。所以在我们这个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做有机的话，有相当的那个困难度，所以我们就寻求先做这个ND 无毒，就未检出，先做这个。假如有环境比较好的话，我们再去做那个有机的生产。我想，这个东西确实是这个环境所没有办法去完全克服的这个条件下，然后生产这些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我想目前大概我们农委会里面也正在对这个区块里面两方面都在做讨论。台湾种有机面积一直冇办法超过1%，甲白天的污染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為咗擴大有機範圍，農會當地研究有機農業法的轉法，想要加入友善農業。未来更可以蓬勃发展。你没有一个专法的话，你反而更没办法让这个饼做大。有机农民生产，或者是所谓的验证业者，因为饼变大了，他们的收益也绝对会变得更好，而不会是说你都维持原来的现况。不過友善的意思係乜嘅？同有機有馬無共用咯。有機農民關於昂貴嘅驗證費用、隔離帶、甲白天嘅污染一道。友善農業係講都唔是做，也係標準無共用，而讓邊頭強制法令制度呢，引起一度爭議。政府一旦把友善農跟友善这两个字纳入法令，变成法令的用语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我们没有去验证，我们就不能再叫我们自己是友善耕作了？就重蹈过去有机农业的立法规范。就现在你要再把友善放进去管理，那我们可能要再换一个名字啦。我开玩笑说我们伙伴了，我问伙伴说，那我们再改个什么名字？他说，那我们改叫做吃土农法好了。宜蘭也有2萬人公頃的農地，其中大概400公頃做有機，係2%，比起全國的0.8%表現亦好嘅。前宜蘭縣農業局長楊文全設計講嘅兩甲體，佢認為友善唔等於有機，咩唔認為政府應該管友善農業。我们不使用化学的东西，除草剂我们都不用，但是我们土地是租的，我们稻田是零散的，这里一块一块，我们即使想要去做有机验证也非常困难了，那再加上我们其实也不太爱政府管啦。我也坦白说，你友善农业团体，你制定了友善农业的，不管是将来的立法或补助方案，你太宽松的时候呢，难免就有一些人，他可能才刚想做，他根本搞不清楚，他就想要加入这一块大饼。寒天到嘅水田做休耕，不過楊文全喺當年到來，插草做得改下來做肥料，且喺耕入兩甲體，幫草讓復甦落，做1整年時間，友善耕種當歸，因為地度都係人力嘅成本。春耕的時候，大概一個人的人力是做到2甲地是極限了，就做不了太多。那這裡面因為我們是友善耕作，我們沒有使用農藥，沒有使用化學肥料。所以田里面很多事情都是要人工，像福寿螺用剪的要下去剪，那你如果有用苦茶粕用化学的农药去杀，那就没有这个工。我们大概剪福寿螺要剪1个多月。这个很伤眼啊。还好啦，就是伤眼就是你不要挑那么久啊，就是要休息啊。精密表單喺出貨前考通米，因為喺少量生產，冇辦法送到大型嘅機器去淘，要做友善小農設計嘅生產流程。挑米就是因為除了可能會有石頭或碾米的過程，稻谷沒有碾好之外，其實會有一些被蟲咬的米粒，那因為它還是可以吃，但是不好看的。那雖然有人會說，現在有色選機啊，可以。通過機器就把這些篩選掉，可是因為我們都是客戶要的時候，我們才去少量的碾。傳統嘅觀行農業對國貨到精密包裝完全機械化，也逐漸有生產規模嘅商業有機，咪係機械化嘅。
杨文强讲，有机同友善根本无共样，有机嘅商品同店嘅做买到嘅，不过佢并唔系同一般模拟设计嘅市场去卖，完全意是亲戚朋友嘅幸福。你知道吗？我的米有2/3是卖给我亲朋好友我妈妈至少帮我卖1/3啊。你知道怎么管？你要管我跟我妈妈的关系吗？你要管我跟我妈妈跟她的这些朋友的关系吗？政府标章一直出事情，对不对？那个部分为什么不管好，让消费者很容易信任？现在我们之所以不靠政府标章可以生存，我们是靠这个推广有机是很好的，但是有没有必要立法，需要重新斟酌。因为就我们了解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为了推动有机而刻意去立了一个专法。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刻意立一个专法，它就代表说政府在某些部分的施政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新发展起来友善农耕方式，也今年天天的涨油产量出来，因为遵从此业，没有人主张而反土，各门各派都无共样，其实当然去听意见。各种农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大家除了不使用化学的药剂之外，这个有共识。之外，大家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也不太有共识。当彼此之间有没有互相冲突的主张？也有啊。有人主张农地不用耕作啊，不用耕，不用土，不用翻耕，因为土壤它自己，因为山上的森林啊，土也没有在翻耕啊，树还不长那么好。其实友善农法这是对的嘛，是正向的，我们都一定支持。那可是友善跟有机如何去分界？你不能让消费者产生混淆，对不对？我们的标章已经很多了，从基源谱、产销履历、有机，那你现在友善。总之去参加小体组太天咯，同埋李燕媳妇乡梗系10个人甲，为到省成本，佢采为贵泰群的青年农民抢下来做有机，为到合乎标准，佢霸占500万元去买机器设批。其实我们做有机有很多的法规的规定像它有个规定，我们的稻谷不能拿去给一般的碾米厂烘，所以我们为了要烘稻谷，我们就自己设立了一个干燥室。整个法规盘点而言，我们就有一个在农粮署底下的有机农产品的验证管理办法，它是针对我们的有机农业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你符合什么样的一些相关的规范里面去做所谓的验证，但是它没有一个母法，这个母法就是要去定义我们整个未来整个国家的有机农业。那它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的机具是不能跟惯型共用，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钱去设置这些设备，像烘干机，我们早期做的时候稻子割下来之后，不知道拿去哪里烘所以才会导致我想要去设置这个合作社，来建制这些配套，把产制除销串联起来。台湾有机标准按严格，总之去行个一步一步走起来嘅。佢認為係講政府嘅目的係要擴大台灣有機面積，設計葡萄同質行較重要。其實有機走了這麼長一段時間下來，消費者他們大概都已經能認同了。現在說你友善的，你如何在經過一段時間，它林田污染各方面的條件都沒有了之後，你如何輔導它變成有機？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這個配套所有的沒有做起來，我想這些友善的我就繼續友善下去，他也不會想要往有機。農委會不會去定所謂的標章制度或是專法去管理你的所謂的友善的生產經驗，反而顛倒過來，我們會朝向歐盟或者是韓國、日本都已經有在做的一個叫做所謂的友善環境的補償的這樣的機制。我是講補償，不是補貼。補貼好像是政府給農民，但是補償是因為農民有這樣的一個貢獻。用補償嘅方式來鼓勵農民友善農地，也係當好想法。不過有機係看種出來嘅結果，友善係看源頭樣嘅種，一兩者要合起來規範，強怕好詳細討論。